今年是美丽岛事件45周年，有剧团特别把美丽岛事件甲世界经典的文学《暗点家》做结合，创造台语的舞台剧《暗岛》，希望民众了解台湾民主自由的过程，佮有现代人权、同婚各种议题。亲像你拄则宣布的代志，人咧徛游行要争取自由啊、民主开放啊，迄是百姓的权利呢。 演员排练的时，正投入伫个故事内底。这是以美丽岛事件做背景，人民去街仔路游行，争取家己的权利的舞台剧《暗岛》，结合世界经典的文学《暗点家》，佮有影响咱台湾民主的美丽岛事件，用台语讲一段人走找自我、社会追求民主的故事。包括同志的人权啊，包括少年朋友因对即马的社会甲时代有啥物款的看法，这拢是阮伫戏剧内底要呈现的。这个世代迄样的高中生学生啊，可能就是较无咧接受到本土语言，啊，因若有这个机会直接为剧场内底哪做哪学，我感觉就是真袂歹一个体验啦。 剧团也表示，即届有高中生对学台语开始头届搬台语舞台剧。另外，伫剧团担任台语指导的吴玉祥老师，即届也转换身份，落去搬戏。伊也表示，看到大家正投入学台语，是真感动。你爱写本土的故事，大家才会感动。啊，感动了，才甲世界都连接。啊，我感觉真感动，讲这拢是因大部分拢是志工，虽然演员拢是无讲真有经验，啊，毋过大家拢真有心。 啊，学台语，啊，背台词。剧团第4人称表演系对2004年一路行来高达20年，过去用议题结合戏剧行入学校，除了有专业的剧场人才，其他大部分拢是教育现场的老师。这几年因为伫教学的时发现本土语言有断层，才有搬台语戏剧的想法。咱若这出舞台剧会伫11月初搬演。记者张家嘅柯敏哲新北报道。